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Kevin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光輝園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光輝園呢，就喺1976年已經係入伙噶啦，總共提供72個單位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個單位，實用面積702尺，入門口業主已經係做咗個鞋櫃。之後呢，就到咗單位嘅飯客廳。飯客廳嘅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單位呢就係採用落地玻璃窗嘅設計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嘅景觀都係望返廣播道一帶嘅源流景。單位呢係屬於3房嘅間隔。首先我哋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面積相當闊落，門後邊呢預留咗衣櫃凹位，可以擺放入牆衣櫃。主人房浴室採用企缸嘅設計。隔籬嗰間客房呢成長方形嘅，面積呢都相當好用。3間睡房之中，呢一間房呢面積最細嘅啦。客廁整齊企理，儲物嘅空間相當充足。廚房嘅位置就係一入門口嘅地方，兩邊呢都做晒櫥櫃。今日就睇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